清明節故事。小朋友喺聽故事嘅時候，可以留意字幕上嘅內容同埋連接詞提示。喺清明節嘅時候，哥哥同埋妹妹特別想念已經去世嘅外公同埋外婆。跟住爸爸媽媽提醒哥哥同埋妹妹，因為清明節好多人都會去掃墓，所以要快啲出發啦。佢哋乘搭小巴去到墳場。到達墳場入口嘅花檔，爸爸同埋媽媽首先購買咗2束鮮花，跟住佢哋帶哥哥同埋妹妹去揾外公同埋外婆嘅墓碑。爸爸同媽媽將墓碑同埋附近嘅環境打掃乾淨，跟住再將鮮花插好，跟住佢哋一家人向住外公同埋外婆嘅墓碑訴說思念之情。爸爸同媽媽見到哥哥同妹妹都仲係好傷心，就安慰哥哥同埋妹妹。雖然大家都好唔捨得外公同埋外婆，但係佢哋已經喺天堂啦，所以大家都唔需要感到太過悲傷。拜完山之後，爸爸同埋媽媽就帶哥哥同埋妹妹去飲茶。想知道哥哥同埋妹妹喺茶樓嘅故事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！